屬蛇嘅朋友今年要留意啦，今年整體嘅運勢非常之平穩，特別利於出外工作嘅朋友。所以如果你嘅工作係要出外見客，或者係要去唔同嘅地方去工作嘅話，今年係非常之有利。整體運勢大致上平穩，包括喺健康、感情、是非嗰方面。是非今年亦都唔算話特別嚴重。最後要特別留意家中老人家嘅健康。如果家中長輩有長期性疾病嘅話，今年就要特別留意啦。屬蛇嘅朋友，今年要留意嘅重點，第一，今年整體運勢都係平穩嘅；第二，今年適宜出外，對你嘅運勢會有幫助；第三，如果係靠佣金為主嘅工作，今年特別會有利；第四，今年要留意家中長輩嘅健康；最後一樣啦，今年多出外旅行，對你嘅運勢會有提升。屬蛇嘅朋友，今年吉星有驛馬星，代表出外工作，自己把握機會多出外，對你嘅運勢非常之有幫助。煞星方面，今年有吊客星，代表主要留意家中長輩老人家嘅健康，不過情況都唔算特別嚴重嘅。屬蛇嘅朋友，今年我哋着力留意增強橫財運同埋加強桃花運。喺橫財運方面，今年嘅東北方為橫財位，所以我哋喺屋企嘅東北面放置6粒白色石頭，放喺一杯水入邊，咁樣就可以加強橫財運同埋投資運。喺加強桃花同埋人緣運方面，我哋可以喺流年嘅桃花位，亦即是今年嘅正東方，放置11粒黑色石頭，放喺一杯水入邊，咁就可以確保人緣同埋桃花今年會加強㗎喇。